2005年3月14日，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，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過當年，咱台灣就甲3月14日這天定做反侵略日，提醒民眾愛記得中國的侵略和威脅。今年是反侵略日的20週年，民間團體要辦第1屆台灣反侵略日歌唱節，希望透過無共時代歌曲來提升台灣的民族意識。這套會學運期間，會客家團創作的《倒數天光》，真濟民眾攏會曉唱。其實歷史上儕抵抗運動攏有代表性的歌曲。今年3月14日是咱國反侵略日的20週年，有民間團體參考把以唱歌推動獨立革命的埃斯多尼亞歌舞節，要佇這天辦一個台灣反侵略日歌唱節。台灣公民陣線合唱團，我們將演唱4首歌。第1首歌叫做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》。然後是美台團團歌，第3首勇敢的台灣人，第4首台灣人。透過這些歌聲，來回想那個整個台灣人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抵抗運動過程中，曾經唱過的這些歌。2005年3月14日，因為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，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通採取非和平的方式捍衛中國領土的完整。過當年，台灣甲3月14日定做反侵略日。今麥民團要辦歌唱節，面對侵略者，希望呼籲大眾愛美醒，要透過無共時代的歌曲，促進台灣民族意識的提升。有台語親子團體嘛共同參與。在台灣講台語本身就是一種抵抗的語言啦，這是為日本時代開始就是安尼，而且有擺單位，互大家就是看講，即擺是有足儕台語家庭，就是講，阮是安怎會想要甲囡仔講台語，阮囡仔的台語講了安怎，閣有就是台語的正字，大家來討論。主辦單位表示，頭一屆的3月14日台灣反侵略日歌唱節，嘛要結合生活節，包括推廣母語生活，還有以日日白故事做題材的戲劇，嘛會教民眾緊急救護等等。對3月14日下晡開始，在台北日日白公園會舉辦活動。記者盧尚祖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